自2026年6月1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去杀智慧的牛麦王。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列王纪上卷》第7章第1节到51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纪上卷》第7章。所罗门起家己的宫殿起13年才完成。伊阁去黎巴嫩林宫长44公尺，宽22公尺，悬13公尺半，有片茶的挑4纸，挑顶有片茶的梁，内面有45支挑，每纸15支，顶面用片茶嵌底，阁有窗仔门3纸，窗仔甲窗仔相对，拢总有3层。所有的门甲门屉拢是四方，有窗仔门3纸，窗仔甲窗仔相对3层，拢是安尼。伊阁去有挑的大厅，长22公尺，宽13公尺半，挑的头前有走廊，走廊有用挑土地的天棚。阁去王位的厅，就是审判厅，王伫遐审判案件。这个厅的地板对这边到迄边拢铺片香茶。所罗门伫厅后面的埕起一间家己大的宫殿，起做方法相款。所罗门另外为伊的某法老的查某囝起一间甲这个厅相款的宫殿。这个宫殿对地基到壁顶，对外面到大埕，拢是用贵重的石起的。这个石才有寸笑拍好，四面用锯仔修正价。地基是用大地贵重的石，长有的3公尺半，有的4公尺。顶面有照寸笑拍好贵重的石，嘛有片香茶。大埕周围有拍好的石3层，片香茶1层，拢甲上主圣殿的内埕以及殿的走廊相款。所罗门王派人对太尼请荷兰来，伊是拿弗他利支族一个官夫的囝，伊老爸是太尼人，是拍档师傅。荷兰真有智慧、聪明甲技术，熬拍逐项铜器。伊来所罗门王遐，做王交代伊一切的工。荷兰制作2支铜条，逐支悬8公尺，条的周围5公尺30公分。阁用铜铸2个条斗下伫条顶，逐个条斗悬2公尺20公分。2支铜条顶面的条斗拢有挂7组一目一目的网仔，甲一圈一圈的链仔。阁做2逝射流围伫网仔的周围，来装塔条顶的条斗。2面条斗拢是安尼。走廊条顶的条斗悬1公尺80公分，有刻百合花。2边铜条的条斗，我网仔边放圆的所在，拢有射流200粒为底。伊徛2支条伫圣殿的走廊，正边迄支叫做雅君，倒边迄支叫做波阿斯。条顶有刻百合花，安尼造条的工程就完成。荷兰阁铸一个圆形的铜海，深2公尺20公分，直径4公尺40公分，周围13公尺20公分。铜海的臀下面有浮仔为底，每45公分10粒，有2排，是铸铜海的时双时铸的。铜海安伫12只铜牛的顶面，
三只往北，三只往西，三只往南，三只往东，牛马往内面。东海的高度7公分半，伊的臀亲像飞的臀，形亲像百合花，会当跟4万公升。互咱搁用铜制作10个喷座，逐个座长1公尺80公分，宽1公尺80公分，悬1公尺30公分。逐个座四围拢有倒帮斗伫隔呢。倒帮有狮、牛甲基路伯，狮甲牛的顶面甲下面拢有浮出来的花环雕刻。逐个座有4个铜链甲铜的车链心，座的4骹拢有架，架注伫盆的下面，四边有花环的雕刻。座对内面到顶面深45公分，伊的喙是圆的，直径66公分，阁有雕刻。座的肚是四方的，毋是圆的。4个链伫肚的下面，车链心甲座相连，逐个链悬66公分。链的形状亲像战车链，伊的车链心、外圈子甲内圈拢是铸的。座的四角有4个架，架甲座连做一个。座的顶面有圆的箍，悬22公分。座顶面有凸管甲倒帮，拢甲座连做一个。凸管甲倒帮顶面的空位有刻基路伯、狮甲棕树，四围有刻花环。依照同款的做法铸10个座，寸尺、形状拢相款。互咱搁做10个铜盆，逐个盆直径1公尺80公分，通底800公升。10个盆座的顶面每一个座下一个盆。遐个座5个下伫圣殿的南边，5个下伫北边。东海下伫圣殿的东南边。互咱搁做盆、tú仔甲碗，安尼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2支条顶碗形的条斗，嵌碗形条斗的网仔，400粒射流，分做2边，一边2排，安伫2领嵌碗形条斗的网仔。10个盆座甲座顶10个盆，一座东海，东海下面12只牛，盆、tú仔甲碗。以上遮个器具，拢是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去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遮个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用苏格甲撒拉但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因为铜做的器具伤侪，所罗门就拢无计称，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所罗门搁做上主殿内所有的器具，金坛、摆献祭的饼的金桌，内殿头前的灯台，正面5个，倒面5个，拢用纯金做。灯台的火灯叶仔嘛用金做。灯台下晡灯芯的剪刀盘、放香的撇仔，甲放火炭的盆是纯金做。上内面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的门钮拢是金的。安尼
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拢带入去下伫上主圣殿的府库。气煞智慧的牛麦王，所罗门王用极大的热诚建造圣殿，互伊成做上帝同在的象征。总是对比伊为家己建造宫殿的态度，就当看见掺杂着满足自我的动机。伊用7年完成圣殿，却花费13年兴建家己的王宫，包括5座无同的宫殿和大厅。所罗门虽然承袭父亲大卫的信仰，却伫荣耀上帝甲荣耀家己的垃圾之间，渐渐偏离对上帝的专一委身。圣殿原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但是所罗门伫建造宫殿的时，所投入的时间甲资源，远超过圣殿，反映出伊内心真正的优先次序。其实，大卫王早就已经伫希兰的房产下面建造一座足以彰显君王尊荣的王宫。总是所罗门并无满足伫继承老爸的产业，反倒花费巨资甲时间，为家己打造更较奢华的宫殿。伊的第一栋宫殿面积差不多是圣殿的4倍，搁为埃及法老公主所起的宫室也甲王宫同款华丽，可见这位埃及公主伫伊心中的地位非同凡响。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起心动念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但是建造宫殿的动机，却转做满足个人的荣耀甲享乐。所罗门所看重的，渐渐转向世俗，心也对得远离上帝。所罗门捌以雅歌之名，歌颂爱情的纯洁甲坚贞，但是当这份神圣的疼受世俗的私欲取代的时，不但袂当战胜死亡，反倒互人坠落。所罗门娶700个公主和300个妃嫔，这个外邦女子毋单单是婚姻对象，更较象征异教文化的入侵。上帝捌2遍向所罗门显现，警告伊毋通对拜别个神明，但是伊犹原受情欲牵引，对着妃嫔去拜偶像。拜偶像比死搁较苦，因为伊夺去所罗门原有的智慧甲敬畏，互伊对以色列最尊贵的君王变成陷入欲望甲虚荣的牛麦人。所罗门迷恋毋单单是爱情，也有权力、财富甲奢华的生活。伊掠做这会当带来满足，却发现内心愈来愈空虚。最终，伊的老爸大卫辛苦建立的强盛王国，也因为伊的偏离，行远分裂。安尼的结局，并不是一时之间的坠落，是对伊心中的优先次序开始转移的迄一刻变起，就埋下败亡的伏笔。所罗门原有机会成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却因着离弃智慧的源头上帝，最终成做牛麦的象征。所罗门的晚年充满悔恨甲虚空，伊伫传道书中安尼写：空虚，空虚，
人生空虚，一切拢是空虚。这是来自一位捌拥有一切，却发现这一切拢袂当真正满足人心的人的痛切忏悔。若咱的眼光简单，注视日光下面的一切，咱就会亲像所罗门同款，迷失伫短暂的享乐，最终发现一切努力拢归伫空虚。默想，我是毋是伫追求成功、财富甲地位的过程中，失去对上帝敬畏甲谨守之心？我是毋是伫咧追求成功、财富甲地位的过程中，失去对上帝敬畏甲谨守的心？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互我明白。真正的智慧，毋是来自聪明才智，是出自敬畏你。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